OK 是吧？要个呀，经常的有点烦。你铺面觉得就 OK。还那搞啥事情？包了鸭子啊，修不开了，觉得包了鸭子，不开了。我这里哦，把那混动车的，俺们去呢。你咋打的哦？咋个的点？价格那找的呀。哎，啥的是吧？咋个的？OK 的。你干啥去？他干啥说还是？